五射入波啦！五射入波啦！手法咁滯，睇住啊！哎呀，個散波添！速度！攻擊啦！係咪中間射？冇，相信係冇嘅，冇錯，同樣都算問題嘅。哇！上身中擊啊！好波！哇！有人傾啦，大家。哎呀，唔係啊嘛，冇事，好驚險啊！繼續，玩上啊！呢個間接自由球完咗先做得嘅。哇！非常經典啊！潘奴一個人嘅突破，哇！呢個心口做得靚啊！對面攻勢未見出，哇！邊線嘅反攻冇出界，佢仲帶緊波，安達傳空，李宇嘅龍門。死啊！呢條波，哇！有機會射啊！哎呀！